嘉义山社会司继续要来看到新北市一个姓林的查甫人，昨下晡桥倒摆，经过新庄的民安路，敢若含一个计程车运将伫咧起配面，双方煞变做伫咧起骹动手，煞来要来拍这个计程车运将。有一个姓庄的查甫人经过路见不平，气死迎人，要来做公亲，煞颠倒互对方举开山刀甲伊恐吓，要甲伊抬，煞来搁再举刀仔扑入后倒摆，看到人心惊胆惊，赶紧报案。警察赶来到现场，无偌久，随甲掠起来。 刀仔举起来，就位机车顶下扑落，这个查甫人徛伫咧路边，对准电动机车一直扑。车卡互扑甲跪地落来，不过伊也是唔肯煞，为机车椅座顶的一直挂，尾啊警察赶来才甲人带走。 时间登去1点仔，机车的车主才拄甲车停好尔，这个查甫人就爬过来，为机车内底举一支刀仔出来要扑人的款。对方看到惊甲赶紧走，结果对方佫绕过来，过无偌久就佫走转去，开始用刀仔扑机车，扑完了后佫翕相，实在有够悍。嫌疑人他就直接拍打前面计程车这样。 那我们当然是按个喇叭，然后跟他示警，叫他下来。但是也没想到说对方他下来的时候，他的车厢里面就是准备2把开山刀。电动机车变甲密密麻麻，被害查甫人就无奈的。双方到底是有啥物冤仇？原来10号尾暗仔5点外，姓林的查甫人甲客人车运将发生行车纠纷，伊起甲用手拍客人车，姓庄的民众看到，就过去甲运将斗相共，互姓林的查甫人感觉真袂爽，为机车内底举一支刀仔出来，姓庄的民众 看到惊甲走去，结果对方就用刀仔扑伊的机车。足恐无倒人丢倒摇倒来啊！人倒无着，我倒来。看到一支刀仔遐尼大支，互民众惊甲要死，行车的纠纷变做用刀仔扑机车的事件。姓林的嫌犯毋但妨告毁损，佮因为违反社会法，互警察抓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